那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头一届伫南海进行联合军演，军演的内容嘛包括把科技的船仔砸落来。这三个国家同齐表示，因的目标是要加强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而且要加强保安能力。也毋过有外界有时认为讲，美国其实是想要优化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来对抗中国。武装人员坐细只船仔，我见一只哪像有载大规模武器的船仔，煞来直接举枪，去甲饭店馆做检查。下两只的船员都要甲双手放伫头的后壳，赶紧离开。这是美国、日本甲菲律宾头一届联合伫南海举行海化防卫演习的情形，地点在菲律宾巴丹省附近的海域。The purpose of this maritime drill is to increase th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the US,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So lahat ng ginagawa nating exercises ay tulong-tulong para sa mga possible na mangyari in the future. 这个演习为初一到初七一礼拜的时间，菲律宾拢总派出4只海警巡逻舰艇，美国出动127公尺长的史崔顿号，那日本是派大型的巡逻船秋丁州号，共同参与的500多个海岸警卫队的人员。一个演练搜救，甲打击海盗的场景。美国讲，因的目标是要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We're eager to further integrate with both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这项演习的时机甲地点拢真敏感。目前拜登政府一直在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希望会当来对抗中国，来影响包括南海甲台湾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过去美国菲律宾的关系，伫立场较靠近中国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任内捌较疏远。不过新总统小马可仕上台了后，重新搁转去较亲密的路线。最近新增加4大会当提供予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这届演习嘛，去菲律宾看作是美国、日本会合作确保海峡甲领土安全的重要路站比。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